嗨，大家好，我是谭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英伟达，聊一聊黄仁勋。前两天，黄仁勋脱下了他的标志性的皮夹克，穿上了西装，来到了大国。那在特朗普贸易战、关税战大背景下，黄仁勋跑到大国来做什么？新加坡联合早报有一篇文章叫《黄仁勋赴中国稳市场》，学者判断特朗普晶片战略对华不让步。特朗普政府对这个英伟达出口中国的晶片寄出无限期出口管制，将导致55亿美元、72亿新元巨额损失后，也就是 H20 芯片，那个是英伟达专门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正好卡着美国商务部那个底线，又能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结果这个英伟达刚花了50多亿把生产线搞好，结果特朗普又一下给他闷杀了，有可能造成整个生产线不就白投了吗？那个是为中国定向打造的定制的 H20 芯片就这么废了，造成损失55亿美元。在这之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星期四，也就是4月17号突访北京，与中国副总理会面，并称坚定不移地服务中国市场。好像黄仁勋还上了新闻联播，在这个画面里面，黄仁勋罕见未穿招牌皮衣，改穿西装，打了领带，以免犯泽连斯基的错误。当然，黄仁勋有没有感激，这咱不知道。至少人家你看，西装穿上了，皮衣脱下去了，这个也是一个态度转变。黄仁勋去哪儿都是穿皮衣，去越南跟越南总理方文正在吃路边摊烧烤、喝啤酒，都是穿着皮衣的。恐怕这要到大国来要上电视，穿着皮衣不太好，是不是？有关部门提前跟他说了一下，注意形象。但是这是咱猜测，这是开玩笑。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英伟达出口中国的晶片寄出无限期出口管制，将导致55亿美元巨额损失后，这个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4月17号突访北京，与中国副总理会面，并坚称坚定不移地服务中国市场。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向联合早报分析说，英伟达是美国科技巨头，受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冲击最严重的代表性企业，因它的晶片，咱们叫芯片，英伟达叫 GPU， 主要用于中国人工智能，就是 AI 的发展。这正是美国要打压中国的领域。沈萌判断，因切肤之痛，黄仁勋是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第一个，也可能是近期内最后一个赴京稳住市场的美国科技掌门人。至于特朗普会否以高端晶片为筹码换取中国在贸易战让步，受访学者均认为可能性极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说，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拖缓中国科技发展，以遏制中国军事力量壮大，所以不会把晶片当筹码。日本创价大学教授林大为也指出，特朗普政府已表明高科技战略产品不在谈判之列。美国自2022年起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英伟达将最先进晶片运往中国，防堵相关技术被运入军事领域。为此，英伟达推出降级版 H20 晶片，这也是英伟达目前唯一可合法向中国销售的 AI 晶片。自特朗普政府4月初引爆贸易战后，英伟达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之下，在两大国之间走钢丝，工作变得更为艰巨。英伟达周一承诺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周二则在监管文件中透露，上周接到美国政府通知，出口至中国的 H20 晶片纳入出口管制，需取得许可证才能输入中国。英伟达为此将蒙受55亿美元亏损。周三，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正在调查英伟达在亚洲晶片销售情况。周四，黄仁勋动身飞往北京。根据中国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堂天视频，黄仁勋周四在北京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会面时说，中国是英伟达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政府加强晶片出口管制对英伟达业务产生重大影响，英伟达将继续不遗余力优化符合监管要求的产品体系，坚定不移服务于中国市场。新华社报道，何立峰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与黄仁勋会面时说，中国市场投资和消费潜力巨大，欢迎包括英伟达公司在内更多美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黄仁勋在北京也与中国 AI 模型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见面，讨论如何为中国设计下一代晶片，以满足客户需求和美国及中国监管要求。但是这个好像今天国内媒体报道，直到黄仁勋离开中国都没有跟这个 DeepSeek 的梁文峰见面，这个恐怕是以讹传讹的。甚至还有媒体传这个黄仁勋要专门为 DeepSeek 打造这个 GPU， 这个都是以讹传讹。也就是黄仁勋这次在中国没有跟 DeepSeek 的梁文峰见面。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消息，黄仁勋周五也与上海市市长龚正会面。李明江分析，在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之下，英伟达左右为难的处境是众企业之缩影，既不想放弃对方市场，又不能触犯本国法律。他判断，英伟达未来只能在中国销售那些相对高端却又不超过美国出口管制标准的晶片，市场肯定会越来越小。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中国去年占英伟达总销售额 13%， 仍低于美国的近 50%。 在 X 平台上，有中国网民认为黄仁勋赴京有选边站队之意，但特朗普在白宫回应媒体提问时表明，黄仁勋是他的朋友，又称黄仁勋有爱国情怀，对其行动毫无疑虑。大家可以看视频。Well, Jensen's an amazing guy. He's become a friend of mine, and I don't know, he's a person that's very proud of our country. He loves our country. I'm not worried about Jensen at all. 这是特朗普的一种表达方式，他跟谁都是朋友，跟普京也是好朋友。沈萌和林大伟都认为，黄仁勋在狭缝中选择对企业最优的应对举措，迅速安抚客户。在沈萌看来，黄仁勋的优势在于中西文化都涉猎，对中美政治体制的矛盾有较深刻感受。沈萌也判断，中国短期内无法与英伟达割裂，会与黄仁勋合作找出解决方案。长期而言，中国企业能通过知识积累，在高端晶片研究上取得突破，美国出口禁令效应就会降低。林大伟则评估，晶片制造涉及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包括跨国家和地区合作，需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协调，要追赶并不容易。也就是这个专家观点不太一致，有的专家认为迟早中国会赶上美国，那有的专家就是林大伟，他认为这个晶片制造涉及的方方面面非常多，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能做到的，很多国家合作，很多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协调，要追赶超越，谈何容易。所以首先，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战最受伤的人排名不分先后，马斯克。我们先说说黄仁勋，刚才开玩笑，他把他标志性的皮夹克脱下了。黄仁勋恐怕都没穿过西装，我不知道结婚的时候是不是穿的西装，这回穿着西装跑中国来了，可见他的重视程度。这个也不用讳言，说大国在某些方面它也是消费市场，是全球不可忽视的，是全球这些巨头必须争夺的消费市场。你比如说特斯拉，你比如苹果手机，你比如说英伟达的 GPU。 虽然说美国是英伟达 GPU 最大的客户市场，但是你做过企业的人都懂，往往这种增量市场更重要。一个企业要增长，那光靠美国的市场是不够的，那大国恐怕是英伟达第二大市场。而且大家记住了，是因为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各种各样的芯片不准卖，比如说那个 H100 什么 H 那个什么80吧 H8 A8 是吧，总之最高端的英伟达芯片它不让卖，所以英伟达只能开发那种低端的，既符合美国商务部的出口那个标准的，又能满足中国用户需求的。人家卖这种东西都占它的 13% 的份额，如果它敞开了卖那个什么最先进的，那中国说不定超过美国啊。你看中国有哪些公司要？阿里、腾讯、华为，什么 DeepSeek， 什么量化基金都买，滴滴连美团都要买，360都要买。所以你看，在这种高端芯片或者芯片这一块，我们先不看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制裁，那大国绝对是个理想的市场，不可多得的市场。就像美国的消费品对大国来说，那也是不可多得的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市场，是必须要去争的一个市场。那大国的这种对芯片的需求，那对美国来说，对美国的科技巨头来说，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那就这么简单。当然了，因为涉及到美国说的国家安全，所以它制裁。即便制裁，那还有东西可以往中国卖，夹缝中英伟达还是能生存。但这次特朗普下手太狠，把 H20 给它整个的砍掉了。那也就是英伟达这个50亿他白干了，他现在又要通过在研究着美国的商务部的那个规则，再开发新的版本，既要符合商务部的这个要求，又得符合中国客户的需求。黄仁勋多次说，美国政府加强晶片出口管制，已对英伟达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全球正掀起
起一场激烈的 AI 竞赛，世界各国都在加速推进这一当代最具变革性核心技术的应用、研发创新与能力提升，这必将对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黄仁勋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具规模的消费市场之一，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经验推动英伟达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而与中国企业的深度合作也使公司成长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因此，英伟达将继续不遗余力优化符合监管要求的产品体系，坚定不移地服务中国市场。这个黄仁勋他1月份还跑到中国来参加公司年会，英伟达说他在华发展超过25年，中国员工超过了4000人，在北京、上海和深圳都设有分公司与办事处，离职率非常低，不到1%。虽然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叫建国嘛，他打压这个芯片出口，对芯片出口管制，实际上就是帮助咱们国产的芯片，比如麒麟芯片是吧？这就是会有飞速的发展，逼得我们自力更生。所以说特朗普叫建国啊，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非常难，因为刚才黄仁勋也说了，全球 AI 的发展非常快，连印度都憋足了劲，也要搞人工智能，那什么日本、韩国都在搞。我们因为这个硬件得不到最先进的硬件，那我们肯定受制于人。那是不是在 AI 这一块，本来我们可以更快，那现在就成了跛脚鸭，速度就慢下来了。美国芯片对咱们进行管制，那咱们对美国的什么东西能报复？除了稀土，这个稀土是不是不可替代？这个稀土是不是全世界都没有了？这个是一个问号。俄罗斯有稀土，乌克兰也有，全球几大地方也有稀土，格陵兰岛也有稀土。最近我们的媒体央视报道说，中国被曝已不再生产出口美国的玩具。美国媒体说，玩具在美国将成为奢侈品。玩具业是美国遭受关税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对中国生产的玩具加征高额关税，意味着曾经物美价廉的玩具将变成奢侈品。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进口了价值177亿美元的玩具，其中75%来自中国。美国玩具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阿赫恩说，中国已不再生产出口美国的玩具了。有报道称，美国的主要零售商实际上已经开始取消订单，圣诞节假期岌岌可危。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玩具出口额达到400亿美元，对美出口额增长至10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2%。中国玩具占据美国进口总额的76%，这表明中国玩具在美国市场依然有着重要地位。这一事件对美国玩具市场冲击巨大，玩具货架面临空置，价格失控上涨，玩具企业市值蒸发，甚至面临裁员或关厂危机。对美国的孩子来说，很有可能玩具现在已经变成奢侈品了，要涨价，甚至涨价你都不一定买得到。美的卡我们的是高精尖的芯片，是人工智能，我们美的是玩具，让美国的孩子他的童年再也没有适合的玩具，给他们的童年造成阴影。当然这开玩笑的，我上一次不知道听谁说过，说以前美国人的圣诞树非常贵，不是每个家庭一到圣诞节就能装扮圣诞树，圣诞树都是去年大前年的，就都是用了多少年的，好像是这样。我对这个圣诞节不太了解。自从中国的商品进入美国以后，就是这个圣诞树，所以在美国人才能享受这么特别便宜的廉价的圣诞树，非常便宜，所以那些低收入家庭也能用圣诞树走入美国，千家万户。就像玩具一样，中国的玩具价格便宜低廉，对吧？美国每个家庭都能买得起。大家可以看视频。玩具业是美国遭受关税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对中国生产的玩具加征高额关税，意味着曾经物美价廉的玩具将变成奢侈品。No toys are currently being produced in China, and there are reports that major retailers here in the U.S. are starting to actually cancel orders. So Christmas is at risk.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进口了价值177亿美元的玩具，其中75%来自中国。But ours is truly unique from the standpoint that 96% of the manufacturers here in the U.S. Are considered small or medium-sized businesses. So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se businesses and a 145% tariff being put on them, it's untenable for them. To be able to stand up manufacturing in the U.S., is it possible? Yes, but in the short term, absolutely not.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6号就特朗普贸易政策的通胀效应发出了强烈警告。鲍威尔表示，特朗普关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美国失业率上升和通胀率上升的风险都很高。The level of tariff increases announced so far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anticipated, and the same is likely to be true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which will include higher inflation and slower growth.Both survey and market-based measures of near-term inflation expectations have moved up significantly, with survey participants pointing to tariffs. 鲍威尔发表讲话期间，美国股市加速下跌。截至当天收盘，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其中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达到3.07%，芯片股集体下挫。英伟达股价当日下跌6.9%，创下自1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The backdrop here remains very negative, and we're expecting more losses for U.S. stocks in the months ahead. 华尔街日报日前对64位经济学家进行的季度调查显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大幅上升，经济增长前景大幅下滑。据了解，经济学家将美国2025年第4季度 GDP 增速预期从1月份的2%大幅下调至0.8%。若预测成真，今年将会是自2020年以来美国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所以说，贸易战没有赢家，小院高墙也会阻碍这个行业和技术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玩具行业，对吧？出口肯定受到限制啊，这个一年要少170亿美金。同样，美国的孩子他也得买高价的玩具了，不知道从哪个国家买了。中国的科技企业离开了英伟达的这些芯片，发展一定会受到这个叫阻碍。等到麒麟芯片要能赶上猴年马月，或者等到其他的芯片性能如果达到，这都需要时间，而且都有不确定性。我们生产的玩具没有办法卖给美国，美国生产的芯片没有办法卖给咱们，这都是因为贸易战，都是因为这管制。有网友说，美帝用芯片卡咱们脖子，咱们用玩具卡美帝小朋友的脖子。那中国的芯片呢？现在什么地步呢？联合早报说，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推出的最新人工智能处理器叫升腾 910C。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月曾报道，这款对标英伟达 H100 的晶片制造良率已经升至40%。40%是什么概念呢？它1年之前还是20%，那也就是说，短短的1年，这个华为的 910C 它的这个良率已经翻了1倍。那这么一看，这不是好消息吗？但是别着急，科技网站星期三4月16日报道说，半导体分析机构发布报告指出，虽然华为升腾 910C 对外宣称是中国制造，但现实是华为仍严重依赖海外技术，如三星提供的高频宽记忆体叫 HBM， 台积电的晶片以及来自美国、日本的制造设备。这个半导体分析机构认为，华为正通过第三方公司采购台积电的晶片。当然了，这一说法目前无法证实，也就是你只能是推测。报道称，升腾 910C 采用了台积电7纳米制程作为主要工艺节点。尽管中国晶片巨头中芯国际已提供7纳米制程，但华为似乎并不青睐这项尚未成熟的技术。台积电发言人回应此时说，否认向华为供货，强调台积电是一家遵纪守法的公司，致力于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相关出口管制。台积电从2020年9月中旬就未曾向华为供货。我们拥有一个健全而全面的出口控制系统，用于监控和确保合规。华为自2020年8月以来一直在美国制裁名单上，意味着未经美国政府许可，华为被禁止向国外晶片代工企业购买涉及美国技术的晶片。彭博社去年10月报道，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拆解华为 AI 处理器升腾 910B 时，发现台积电晶片是其多晶片系统中的其中之一。不管怎么说，华为反正把这个升腾 910C 搞出来了，良品率升了1倍。某种程度上对英伟达来说也是个信号，也就是说它有竞争产品。这就是黄仁勋为什么着急的原因。一边是华为，还有其他的中芯国际还有其他的厂商在叫追赶，各种手段的追赶；一边是英伟达还遭到美国政府的打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勋非常着急，从2%的良品率提高到40%，对华为来说意味着升腾晶片生产线已经
可以实现盈利。华为的目标是将制造良率进一步提高至60%。60%什么概念呢？60%就跟业界的生产同级的晶片这个良率的标准差不多了。华为主要和中芯国际合作生产升腾晶片。中芯国际它采用的是 N+2 制程，它绕过了极紫外光，就是 EUV 这个技术来生产先进晶片。因为这个技术是美国政府的管制清单。知情人士指出，华为今年计划量产10万块升腾 910C 晶片以及30万块升腾 910B 晶片。2024年，华为共生产20万块 910B 晶片，你看，就是产量翻倍。英伟达在2024年向中国出售100万块 H20 晶片。咱们也不是说华为的这个晶片多好，也就是咱们也看到华为它是在奋起直追。总之，人家搞出来了，良率还在提高，现在要提高到60%，所以这个对英伟达就非常不利。尤其在中国市场上，双手遭到特朗普这个捆绑的黄仁勋只好脱下皮夹克，换上西装来拜访他海外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他很难说轻言放弃。我想很快马斯克恐怕也要来，都一样的。马斯克卸任政府效率部工作之后，恐怕第一个要访问的就是大国，来稳住大国这个市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